武汉肺炎重伤台湾的观光业，中部地区甚至有餐饮的业者本地2000多的店道隆重取消了。交通部提出着纾困方案，打算要来投入500亿。早起部长林佳龙嘛到观光的重镇南投县来听业者的意见，希望会当快速来进行台湾的观光产业。 南投一外潭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冲击，观光业真惨，业者叫苦连天。目前的量几乎是降到5%以下的不到5%的市场。碰到这个春酒很多的这个桌数都已经取消掉了。无观光客来，除了娱乐区的门票卖不出去，中部甚至有餐饮业者损失将近2000多收入。交通部有计投入500亿要进行观光产业。 部长林佳龙来到南投县，听取业者意见。那已经没有游览车了，所以他包船的业务几乎都零了。旅游补助的部分当然是一部分。那如果后续的话，是不是有一些可以类似等同旅游补助的部分，让刺激游客出游的部分？在这一次提出了500亿的计划，其中200亿会纳入这个特别条例跟特别预算，那另外呢300亿会前瞻第2期。 林佳龙表示，疫情恐惊还阁需要3个月到半冬，但是进行观光要积极启动，嘛有长期配套措施，业者配合政府的政策，政府绝对会相对补助。